继续来看新北市邦桥一个83岁老先生，去年的10月，伫个人行道骑2轮的电动车，结果骑到路口，甲一台要正越的半连结车来相下撞。老先生是受伤严重，引发着败血症，住院2个月死亡。死者的家属事后申请着车祸责任的鉴定。 结果交通局认定讲，这个老先生违规骑伫个人行道，佮无让这个半连结车是车祸主要的原因。这是互家属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明明就是半连结车的驾驶无让老先生才会来发生着意外。家属即摆除了拍刑事的官司，嘛准备要来告民事，要来要求赔偿。 阿伯骑电动车来到路口，一台半连结车大号被正越，砰一声，上方发生下撞。阿伯直接轰到落车卡，家属赶紧落车看伊的伤势，验个阿伯正脚骨折，空喙引发着败血症，入院2个月不幸过身。验个家属申请车祸跳水鉴定，轰撞时阿伯竟然正做跳水主因，互家属未当接受。没有停就直接撞上了，然后裁决所。 他说：“我爸爸是违规骑在人行道上，那个点跟这个点不一样嘛？怎么可以说他因为骑在人行道上，所以骑到这边被撞是主因？83岁死者骑伫人行道，敢若是要直行去台中区，去互正越的大车弄一个过身。事故鉴定的结果，跳水主因是死者违规骑去的人行道，进入道路时无让车道的半连结车先行。 啊，那跳水驾驶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是第二原因。要看这个事故的起因，他们比例多少，所以他们说他们只愿意再出，就是说加起来300万要解决。我说你们太把人命当作那个。 真的是在草菅人命啊！他是骑所谓的电动2轮车在所谓的人行道上，对于连接车来讲，他是无法预期说，他在行驶的过程中有一台机车从人行道穿出来。死者当时骑电动车，需要登记领牌，投保强制车险，才会当上路。那骑去的人行道上悬会当罚1200块。警方认定阿伯当时骑伫人行道已经违规，也不过看明阿伯3个月前身体阁真硬差。 即卖煞因为车祸来过身，后生对跳水判定有记录，除了判刑事官司，嘛准备提告民事赔偿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